講真，大家中意海鮮，完全可以理解。新鮮海味一上台，香到不得了，蛋白質又高，老人小朋友都肯食。但味道背後其實藏住一啲我哋平時睇唔到嘅風險。所謂藥養，意思就係為咗防病，快啲起貨，減少死亡率。養殖戶會喺飼料入邊長期加抗生素、促腸劑、消炎藥，甚至有地方會用到早就唔應該再用嘅禁藥。短期睇，魚蝦生得快，唔易死，賣相靚；長期食落肚，殘留喺體內嘅藥同化學物，先係最令人擔心。呢個問題唔係今日先有，亦唔係單一地方先出現，而係由密集養殖模式一路推出嚟嘅連鎖反應。密度高，水質差，病就多，然後就靠落藥去頂住，惡性循環就開始。點解會咁？因為養殖賺錢靠效率，同一個塘養得越密，出貨越快，成本越平均。但係水入面生物越多，耗氧越快，排泄越多，水就越污糟。一邋遢，病菌、寄生蟲就更加容易滋生。再加埋運輸同分銷嘅壓力，養殖戶唔敢冒險，一見唔對路就先用藥去壓住。你可以想象成三高，就密度高、頭理高、壓力高，跟住就變成三幾，多病、多藥、多殘留。呢啲背景唔係想嚇你，而係等你明白點解以下幾種常見水產會成為監管部門年年重點抽查嘅對象。第一樣，河蝦。河蝦肉甜，蝦青素多，大學食仲話補鈣，所以好多人覺得益處多過壞處。問題係河蝦一般喺池塘密集養，幾百條1平方米好常見，水質變壞好快，蝦類疾病傳播又快，白斑紅腿菌霜一爆發，真係可以話一夜返到解放前。好多場唔等發病都會預防性落藥，一諾沙星、復本尼考啲名你未必識，但確實喺行內經常聽到。消費者點自保？買河蝦要眼利手快，見到佢哋跳得起，反應靈敏，蝦殼半透明而且有光，頭胸甲連得實，肚身冇紅，筋冇黑點就較穩陣。一有腥臭、肉鬆、殼發黏就唔好貪平。買返屋企放清水加沖養，暫養1晚去到2晚，每6到8個鐘換一次水，唔好亂落鹽同消毒粉。煮嘅時候先剪走蝦槍同蝦腳，湯背抽腸線。滾水落鍋，完全變色，再多煮1-2分鐘先上碟，咁樣更穩陣。第二樣，牛蛙。近年餐廳個個都有牛蛙煲，因為肉滑，價錢相對抵，食客接受度高。不過牛蛙嘅養殖密度真係驚人，一個池幾百上千隻係常態，水質一差，病菌就好似跑步入場。好多地方由蝌蚪開始就用藥，運輸前後仲會幫佢藥肉，以免上台前死晒。結果係乜？藥物透過皮膚同計慢慢吸入，殘留機會自然升。你要買，起碼都揀有品牌、有檢驗、有冷鏈嘅冰鮮貨，包裝要完整，標示要清楚。唔好喺來歷不明嘅小檔口買冇包裝冰磚，更加唔好貪口味濃重、掩蓋腥味嘅做法。處理牛蛙要分生熟砧板，全部內臟同血水沖乾淨，滾水焯走泡沫先再烹調。大火翻炒之後，轉中火焗熟，骨近位要熟透先好食，唔好學人亂亂地就落口。第三樣，扁魚。扁魚蒸起嚟真係甜 ，DHA、EPA 聽落又有益腦。問題喺於佢係底層魚，成日喺池底游，下面係咩？就係糞便、殘餌、爛草、淤泥，容易滋生水黴同埋寄生蟲。過去有地方為咗處理水黴，用過孔雀石綠。雖然而家標準嚴咗，但市面上咁渣仲會聽到有人偷偷嚟。消費者揀扁魚，記住4個字：睇、聞、摸、檢晒，全身完整，唔缺鱗，冇出血，點係第一步。聞一聞，有清淡水味而唔係刺鼻味，酒質輕按，魚肉有彈性會回彈，牽涉蓋件鮮紅，黏液透明冇臭味先好買。返到屋企，黑膜要刮乾淨，血腥線要沖走。蒸前放薑葱同少量米酒去腥，蒸好之後淋熱油，而唔係重口味濃醬去染。最重要係生食一律唔好諗。第4樣，黃鱔。黃鱔滑不嬲手，冇細骨，無論炒蒜蓉定粥底都係好味。但係黃鱔寄生蟲風險高，養得密就更易出肝膽病。於是養殖戶一般會用驅蟲藥兼抗生素雙保險。市面有啲寫住野生，實情好多都係仿野生，高密度養出嚟，藥用得更多。你要買睇佢活動力夠唔夠，手一掂會掙扎，身體黏液清而唔勻。
頭腫尾紅、動作慢或者有紅斑白點，直接唔好拎。唔好買預先切好嘅鱔片，因為你唔知佢處理咗幾耐，用咩水浸過。返屋企放清水，養1、2晚，勤換水。煮嘅時候一定要熟透，粥底滾足先落鱔，完全捲曲變色，再多煮幾分鐘，口感先至啱，又穩陣。第5樣泥鰍，泥鰍喺好多老人家心目中係補身佳品，話補中益氣、護肝抗氧化。營養方面確係唔差，但係泥鰍係典型底棲魚，日日轉泥，池底乜都有，弱渣、重金屬、族有機物，佢就好似吸塵機咁喺入邊走嚟走去。再因為泥鰍生命力強，養殖戶通常會更加大膽用藥、促腸、抗菌一齊上，風險比前面幾種更高。如果真係想食，買嘅時候要揀身體光滑、黏液透明、反應靈敏嗰啲。紅腫、黏液甩晒、喐動慢就唔好買。買返屋企之後，放大盆清水養7至10日，日日換水，最好配個小打氣石幫手供養。暫養期間唔好亂餵飼料，唔好加鹽加藥，純清水等佢慢慢吐泥吐雜。煮食一定要全熟，尤其唔好迷信砂鍋焗一焗就食得，時間唔夠都係唔安全。講嚟講去，核心問題都係密集養殖，越密集越易病。越怕病就越用藥，抗生素喺養殖場度幾乎成咗日常保命藥，好多時候唔係治療，而係當預防用。仲有啲藥代謝期要幾個星期至1個月，理論上要停藥觀察先出貨，但實際上趕住交貨、趕住回本，未必等得咁耐。咁我哋消費者可以做啲乜先唔至於中伏？第一，盡量買活水產，因為你可以直接觀察活動力同埋狀態。活嘅唔代表100%安全，但至少可以篩走一大堆問題貨。第二，唔好貪平買冇包裝嘅冰鮮或者來歷不明嘅即殺。大型超市嘅密封品牌貨雖然貴少少，但來源、批次、日期清清楚楚，追溯得到。第三，買返屋企之後識得暫養。河蝦可以清水養1、2晚，黃鱔泥鰍耐性高，可以養耐啲，日日換水。牛蛙就唔建議屋企暫養，因為處理唔好反而更危險。第四，煮食一定要熟透。高溫唔係萬能，但對寄生蟲、細菌確實有用，熟到骨位都熱先叫穩陣。第五，少去重口味、掩蓋腥嗰啲小店，味濃有時係為掩住唔新鮮。清蒸、白灼、清湯呢啲做法，反而最考驗真材實料。另外，屋企廚房處理亦都好重要。生熟分開，魚蝦蟹有自己塊板同把刀，用完即時用熱水同洗潔精擦乾淨，抹布要乾淨冇異味，唔好一步走天涯。清洗魚內腔嘅黑膜要攞走，血線要沖乾淨，蝦嘅腸泥要挑走，蛙類內臟必須完全剔除。處理過程首要勤洗，唔好一邊處理生魚一邊掂熟嘢。煮熟之後唔好長時間室溫擺放，特別係夏天1個鐘內最好食，少於井號0。厭5井號大於食唔完，要快手冷藏。第2餐再食要徹底加熱。有幾個迷思，順手一次過拆解。有人話鹽水浸可以去藥，其實鹽水主要係幫啲水產吐泥吐沙，對藥殘幫助有限。有啲人話落酒落醋就殺菌，酒精濃度唔夠，時間又短，殺菌效果唔可靠。有人信焯水就100%去殘留，焯水主要係去腥去污，對化學殘留亦都有限。真正靠得住嘅係源頭把關同足夠加熱。仲有人問野生就一定安全諗？唔一定。所謂野生有時只係賣點，真偽難分。污染水域嘅野生反而會有重金屬風險。最實際嘅係認證、標示、品牌、可追溯，再加埋你自己嘅觀察同埋常識。如果屋企有小朋友、長者、孕婦或者腸胃差嘅人，建議更加保守。第一，盡量揀來源清楚、規模大、檢驗嚴嘅產品，少碰高風險5種嘅重口味做法。第二，份量要控制，唔好連續幾日都食同一類淡水養殖。第三，內臟、魚頭、魚肝盡量少食，因為好多代謝都集中喺度。第四，懷疑唔新鮮就寧願唔食。對於愛食生嘢嘅朋友，無論係淡水定海水，喺屋企就真係唔好玩生食。餐廳即使標榜幾新鮮，都要睇店鋪級別同處理規格，否則一旦出事，後果大過口腹之欲。有時候大家會問，點解問題會長期存在？其實唔好將所有矛頭指向最前線嘅養殖戶。
市場需求大，顧客鍾意平，商家要周轉快，從源頭到餐台每一環都推緊佢哋，快啲起貨，唔好出事。要真正改善係要政府監管夠嚴，抽檢夠密，違規成本要高，企業要守規矩，透明度要提升，消費者要用腳投票，多啲支持規範化、有檢驗、有品牌、有追溯嘅產品，慢慢市場先會變。你每一次謹慎選擇，都係俾咗一票去支持更安全嘅供應。講到尾，食海鮮唔需要恐慌，更加唔需要一刀切唔食。真正要做嘅係食得有智慧。認識幾個高風險品種會發生咩事，學識點揀、點暫養、點處理、點煮熟，唔貪平、唔貪靚、唔貪快，自然可以大大減低風險。最穩陣嘅飲食法永遠都係少量多樣，唔好長期只係食一種，輪流轉，分散風險，配合足夠蔬果、全穀同清水。日子耐咗，你會發現餐餐簡單清淡，材料乾淨，身體感覺反而最好。再幫你收一收重點，落次街買餸更加有底氣。河蝦要跳得起，殼清亮，頭胸實淨，買返嚟清水暫養再熟煮。牛蛙一定要嚴格處理內臟，熟透先食，盡量揀品牌冰鮮，唔好去無名小檔。扁魚、底層魚買時要睇紋，摸檢室，黑膜血線要清。黃鱔唔好買切片，活動力強先拎，煮熟透。泥鰍風險最高，買咗就認真暫養，熟透再食。以上5類都係密集養殖下嘅重點監管對象，唔係話永遠唔食，而係要更謹慎。記住，食得開心唔難，食得安心先最值。願大家餐台有海味，但冇藥味。識得揀，識得煮，識得避坑，先可以真真正正安心食海鮮，享受滋味同健康同時兼得。